我怎么变成契约兽了？看起来还这么弱不禁风。这是召唤？我难道拿的是被妹子契约并肩作战的剧本？和美女一起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好像也不错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果然是御兽世界。噗 ，F 级龙类御兽，居然还有 F 级，简直是龙族之耻！张大小姐这次血亏啊！浪费我珍贵的召唤材料，给我滚！哎，这是干嘛？晚秋，住手！是啊，哪能这样呢？大哥，再废的龙也是龙族，可一个 F 级的废物，留着它只会让我成为笑柄。哼，别急，据古籍记载，所有龙族无论强弱，胸腔内都孕育着一颗龙元核，此物能赋予其他御兽一丝精纯的龙族血脉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放开我！有这么厉害？家族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强大的御兽，雷霆，过来！这才是我的御兽。天哪！B 级御兽，有钱真好，有这御兽，高考岂不是稳前10了？现在取出这废物的龙元核心，雷霆还能再进化一次。看来你也不是毫无用处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居然是真的！张晚秋，你疯了！哟，大校花呀，你这满精神力却连一只御兽都召唤不出来的废物，有资格说我吗？你做的太过了，剥夺核心比杀了他还残忍。那又如何？雷霆，吃了它！啊！进化了 ！B 级雷暴熊进化成 A 级雷暴熊王了！该死的张晚秋，此仇我必报！没用啊，就别碍眼。检测到失去龙元核心，濒死，生命层次降级为稀。觉醒吞噬进化系统，只要吞噬天才地宝或魔物尸体，就可无限进化，成为真正的神龙。当前形态 F 级小火蜥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这么生气？该不会是你急着接盘，结果那废物被我一脚踢飞了吧？你稀罕垃圾，那就滚垃圾堆里去捡啊！哎呀，算了，龙元核心被夺，他就算活下来也是废了。后山有魔物流窜，太危险。你满精神力，明年转职治疗师一样有前途。不，老师，见死不救，我做不到。哎，居然还活着，还有了系统！该死，连只臭蛤蟆也敢来欺负我，我跟你拼了！看我这一招！不甘心，明明有了系统，却被一只蛤蟆……我就说，我这是得救了。核心被夺，伤得好重，若不立刻再次契约，恐怕很快就会死掉。而我没有御兽，又无法参加高考，没高考前10名的丹药奖励，也就没办法治姐姐的病。当下没别的办法了，去委屈你和我契约吧。契约成立，契约方身份：失落文明末裔皇女，精神力极高。太好了，你活过来了！这是天使吗？检测到1阶魔物腐蚀蛤蟆精，是否吞噬？吞噬，我必须变强！啊，小家伙，你去哪儿？吞噬魔物，可魔物有剧毒啊！吞噬完成，进化点加150，是否立即开始进化？立即进化！进化完成，下次进化需要进化点1000。你居然进化了！本次进化获得技能龙炎，
龙炎能喷出带有龙气的火焰，若连续对同一骨骼部位喷吐龙炎3秒以上，可触发染骨爆。第一次进化就获得了进攻手段，不错不错。太好了，你果然很特殊。那是，你比张晚秋那毒妇有眼光多了。我勒个！有什么东西过来了？不好，是2阶魔物铁甲暴蝎，它的防御和力量都非常恐怖，冲击起来能撞塌一座小山。2阶，大补呀！哎呀，小家伙，你快回来！他一下子就能把你踩扁的。火球术对他无效。进化后的速度也提升巨大。铁甲暴蝎弱点：颈部。颈部吗？看我，龙炎！好厉害的技能！既然招惹到我，那就乖乖受死啊！给我爆！进化点加800，合计10000分之800，获得硬化皮肤天赋，能自动抵御20%的伤害。不错不错，这下有攻有防了。你居然打败了2阶的铁甲暴蝎！不过距离预售高考只剩7天了，想要在高考中拿到前10，光靠现在的我们还是太难。高考，张晚秋肯定会参加。我必须在那之前吞噬更多，变得更强。那个光芒是青玉菩提果，绝对能让第1阶预售进化一次的灵果。灵果，小家伙，我们得去那里。有了那灵果，我们一定会在考核中获得前3。大爷，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，还有一只3阶的岩甲巨熊。这些1阶、2阶魔物围攻3阶魔物，有意思。好暖和。不能硬闯，我们得再等等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检测到青玉菩提果，吞噬可获得进化点加8000，有概率获得传说技能。传说技能，这果子我必须拿到。可这阵仗，出去得被打成西饼啊！我靠，打起来了！好可怕！机会，妹子，松开点，我出去捡个漏。想混乱干嘛？太危险了！乱来的小家伙，防得住！吞噬2阶魔物疾风狼，进化点加800，合计5000分之1600。还不够，下一个！白雅妹子给我加了速度，吞噬效率更高了。达到进化条件，是否开始进化？进化！再次进化，并为龙血战息，1级，获得技能龙牙贯杀。视野范围内完成一次必定命中的烈焰突刺。下一次进化需要10万进化点。这第2次进化，这到底是什么速度？嘿嘿，这技能牛！再次进化，果子我势在必得。喂，别动我果子！它冲过来了！火球术！龙牙贯杀！我只需要猛攻他的伤口。我靠，什么鬼力量？还好有硬化铠甲。治愈术！去死啊，混蛋！吞噬！吞噬岩甲巨熊，进化点加1万，合计10万分之1万。居然能击杀一头3阶魔物！最后，灵果。吞噬青玉菩提果，进化点加4万，进化完成。解锁传说技能劲龙燃命禁术，宿主燃烧自身血液，强化下一个技能，伤害提升1000倍到10000倍。使用后将虚弱7日，一生仅可使用4次。下次进化需要进化点25万。哦，这才像样。不过这个技能代价有点大呀。
又进化，这进化速度太恐怖了！我这样是不是太显眼了？啊，居然会说话了！那当然，我可是高贵的龙啊！不过确实比较显眼呢。既然这样，嘿嘿，还是这里暖和。你还真会挑地方。同学们，预售高考在即，请3天内赶到城外嚎哭深渊秘境入口。终于要开始了，走吧，小家伙，高考快开始了，嚎哭深渊还蛮远呢。肃静！本届预售高考将在嚎哭深渊进行，猎杀秘境中魔物可获得积分，最终排名以积分为准。前10名将获得丰厚资源及顶尖学府特招资格。另外，秘境中还可能会出现魔物受潮，极度危险，欲知务必躲避或协同防御，逞强者生死自负。啊，受潮，太可怕了！上一届有人经历受潮，据说被踩成番茄酱，铲都铲不起来。那必须躲远远的。哼，受潮是唯一能消灭大量魔物的机会，只要撑住受潮冲洗，不说进凌霄学院，进大夏学院也是绰绰有余。天哪，张晚秋的雷暴熊王好像更强了。没迟到，没迟到，太好了！不是吧，白雅？我丢掉的那个废物，你还真捡回来当宝贝了？你不准说他！啊，不是吧？还真捡了？核心都没了的废物还捡，你是穷疯了！我的预设轮不到你来评价。哼，你这该死的毒妇！不是，你还敢骂我？去，雷霆，给一点教训！来呀！集合区域禁止私斗，违者取消考核资格。哼，算你走运，我们秘境里见。到时候可没老师护着你。我宣布，预售高考正式开始，所有考生按顺序进入秘境，祝各位五运昌隆。检测到嚎哭深渊内存在雷电亚龙之魂，吞噬后可获得超巨额进化点，生命层级重回龙级。龙族之魂，我必须拿到手。小明浩，我们走。哼，没有核心的龙和蜥蜴有何区别？居然敢和雷暴熊王叫嚣，进秘境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哎，李师兄此言差矣。我看那小家伙眼神灵动，面对高阶威压不卑不亢，未必没有一番机缘。机缘？雷暴熊王已是3阶巅峰，那只蜥蜴怕是连嚎哭深渊最外围的瘴气都熬不过去。你这大夏学院是什么破眼光？哦，说他们能活下来，甚至前10呢？那我李某人当场把这紫檀木的桌子吃下去。很期待凌霄书院李师兄的表演。两位不必动火，我们关注考核吧。哼，走着瞧。这里就是嚎哭深渊，感觉好压抑。压抑？那是魔物们的恐惧。走，生命开始。吞噬2阶魔物幽影蝙蝠，进化点加350；吞噬2阶魔物石像鬼，进化点加400，获得少量土元素抗性。小林浩，我们的积分涨得好快，照这个速度还不够，要找大家伙，特别是那个龙魂。哟，我当是谁在这里偷偷摸摸捡垃圾呢？原来是白雅。张晚秋真是阴魂不散。3阶巅峰，能量挺足，是个大补品。雷霆，给我！是受潮，
我也。白雅，看来不用我动手了。兽潮一来，你们就和这些低等魔物一起被踩成肉酱吧。雷暴熊，找好位置，准备战斗，跟我一起收割积分。这么多的魔物，现在那白雅恐怕连骨头都不剩。朝那个方向释放雷暴术，选得漂亮。小林浩，我们找地方躲。躲？为什么要躲？这是强大的龙族血脉，能对这些东西产生压制。接下来，巨龙吐息！跑慢点儿！还能这样？追着兽潮打？结束了，还好撑过来了。这次积分前10稳了。雷电亚龙之魂，居然有这种机缘，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吗？真是天助我也！有他，雷暴熊直接能突破到6阶。凌霄学院，我来了！呜呼！这波血赚，累计获得进化点加10500。你还真是个怪物。我就当是夸他。那边有好东西。那居然是雷电亚龙之魂。我们走。你们，白雅，还有那只臭蜥蜴，你们没死？我们活得好好的，让你失望了。一定是狗运好，都在哪里苟延残喘活下来了。现在想捡我的便宜，做梦！雷霆，上他们！正好，刚才追着兽潮吃，还没尽兴。居然还敢上前，吓傻了吗？你的雷电不过如此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？变形幻术？这是现实。雷霆，起来，给我起来！对，就是这样，使用雷暴。林浩小心，他要拼命了！把他轰成渣！有点意思，不过太慢了。龙牙贯杀！不，我的雷暴熊王！不过如此。怎么会这样？吞噬！吞噬雷暴熊王，获得进化点加4万，获得技能巨龙之爪，可召唤巨龙的爪牙，任何视野范围内的单位进行一次巨龙爪击。不可能！你口中的 F 级废物，现在如何了？放过我！求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可忘记了？错了，我错了！错了？你只知道你要死了，跟魔物说去吧。走你！接下来该吃正餐。我勒个去！活的！林浩！我靠！这龙生个红还这么横？不是，你技能没后摇吗？风遁兽，停战！我不反击，真当我没脾气啊！龙炎，有效，他不是无敌的。妈呀，这货刚才一直在装孙子。不是。小林浩，你怎么样了？检测到雷电亚龙之魂升前为8阶，强烈建议规避。规避？哼，我还就吃定你了！镜龙，闪命！这是巨龙之爪。就这，积分直接涨了20万。吞噬雷电亚龙之魂，
获得进化点加20万，25万分之25万，可进化。又进化了。考核时间到，所有人务必在10分钟内走出秘境。已经要关闭了，小1号，加油啊！成功融合雷电亚龙之魂，重获龙源核心。下次进化需要100万进化点，获得技能天罚雷狱。力量源源不断，这才是龙族应有的姿态。这太帅了点吧5色亚龙之魂1/5，宿主获得5个亚龙之魂，将变为真正的神龙。真正的神龙，那得多强啊！小1号，裂缝快关闭了。怕什么？上来，我带你背。看，王腾拥有3阶钢甲地龙，积分一骑绝尘呐！赵家的赵灵儿也不错，冰晶凤凰潜力无限，积分解咬着呢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张晚秋学姐的名字？以雷暴熊王的实力，进前5应该没问题啊。切，张学姐可能只是还没出来，倒是某些人带着这 F 级系进去，能活着出来就算命大了，还想上榜？做梦呢！看，榜单都快进完了，有他名字吗？哼，张师妹，看来你看中的小火龙成绩似乎不太理想啊。哦，不对，是根本没成绩。李学长，考核时间尚未完全截止，光门还未闭合，现在下定论，为时过早。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校长，我看可以准备宣布结果了。该出来的都出来了，剩下的，哼，多半是已经葬身魔物之口。经书用完，身体被掏空，现在变大都变不了。白雅居然真的活着出来了，那只蜥蜴也没事儿。哼，活着出来又怎样？积分肯定是0的。我的妈呀！28万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积分比往年状元高了10倍不止啊！系统出错了？不可能啊！李师兄，那张桌子需要我帮您切成小块，方便下咽吗？定榜了，白雅，她真是第一！白雅同学，现在请上前领奖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有着百草玉灵丹，姐姐就能好过来了。检测到大量灵果，价值极高，能提供巨量进化点。嘿嘿嘿，好多灵果，都是我的。停下！这是作弊！往年状元连3万都不到，28万，怎么可能？校长，我要求立刻彻查白雅的积分来源。你们青城高中的积分系统绝对出故障了。李特使，这积分系统是省教育厅统一配发的，每年校准3次。按理说不会。按理说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这种荒谬的数据，还需要我教你怎么判断吗？立刻，马上，给我把这女人的成绩作废！李师兄，您确定要质疑积分系统的准确性？哼，怎么，张师妹还想替他们开脱？大夏学院的面子也不是这么卖的。那您可还记得，这套积分系统的核心算法是谁设计的？3年前，凌霄书院周副校长亲自主持了核积分系统的升级。如果您坚持说系统出错，我建议立刻请周院士亲自来核查，您觉得呢？周副院长，既然积分系统无误，那么本年度青城高中预售考核第1名正式确认为白雅。耶！李特使，按惯例，本县预售考核第1名可获得凌霄书院特招推荐资格。白雅同学成绩优异，您看这……不行，
李特使，这往年都是这个规矩。成绩是成绩，入学是入学。凌霄书院不是垃圾收容站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，更别说连这种连龙源核心都没了的废物，做梦！不是的，他已经重获核心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龙类又如何？我凌霄学院 S 级龙族遍地走，缺你这一条废龙！哟，这么厉害，您老养的是什么 S 龙？拉出来溜溜。小崽子，你别逼我，把我逼急，我真能弄死你！好恐怖的气势！这还仅仅是御兽师自身的力量。这狗东西还挺猛。李师兄再这样，我可向委员会上报了。哼，既然你们凌霄书院 S 级龙族遍地走，那想必是不稀罕这株苗子的。会说话的小家伙，刚才嘴皮子挺利索的嘛，我喜欢。来大夏学院吧，半年后就是新一届的山海秘境开启之日。大夏学院和凌霄书院一样，都有资格参加山海秘境试炼。小林浩，据说山海秘境里存在5色亚龙环，又一个龙魂。到时候你也有机会和凌霄书院学子同场竞技呢。同场能揍他们啊？是切磋交流，那就是能揍。小家伙，想揍人得先好好长大才行。小林浩，我们要加入大夏学院吗？当然。哼，不愧是大夏学院，喜欢捡垃圾。我倒要看看，半年后这只爬虫能翻出什么浪花。咱们回家吧。等等，就算秘境内全部魔物击杀，也不可能得到20多万积分呢。唯一可能，难不成这小家伙把雷电亚龙之魂给弄死了？你不要过来！白檀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就你这身子骨，拿刀都发抖吧？再走一步，我不客气了。哎呦喂，吓死我了！哎，铁背，看见没？这病秧子还会威胁咱呢。白檀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那个妹妹白雅连个御兽都照不出来，废物一个。要你来服侍我干爹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！啊，不可！放开我！妈的，脾气还挺烈，老子现在就给你绑走！走什么呢？啊！光天化日，欺负良家少女，问过你浩哥没有？操！来的臭蜥蜴啊！哎，给我咬死他！试试新技能，天罚雷狱。不是，铁背，死狗，你给我回来！想跑？天罚雷狱，迷你版的技能都这么猛。娘熊，你害我！这个女人家怎么有个这么猛的家伙？姐，回来了，没事儿，姐没事儿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傻丫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是姐，这是我的御兽，他叫林浩。啊，你居然有御兽了？他可厉害了。姐姐，你看，他带着我迎来了这个呢。这居然是百草玉灵丹。这就是姐姐的怀抱吗？好暖和。好孩子，谢谢，谢谢你保护小雅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完了完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姐姐也太温柔了吧！哎，不对不对，林浩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是要成为神龙的男人，不能沉迷温柔乡。好暖和。
以后小雅就拜托你喽。放心吧，姐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她。好乖，好乖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真的要晕了！系统，救命啊！哎，身上有些脏，我带你去洗澡好吗？我也去，我也去。系统，还是别救了。什么叫我妹妹失踪在考核秘境了？少爷，已经重新开启秘境，找了一上午，小姐可能已经……该死！我们调查发现，张晚秋小姐和那个叫白雅的女生有过冲突，而且白雅拿下了这次考核的第1名，被大夏学院录取。这么说，我妹妹在秘境里出事，和那个白雅有关？没错，种种痕迹表明是白雅做的。我绝对会让她付出代价。我听说大夏学院新生考核监考员里有帝都张家的张佑。是的，张佑佑小姐今年刚升任大夏学院预授系的助教。那就让张佑佑在新生考核里想办法弄死白雅，他要什么条件我都能承担。少爷，万万不可！张佑佑小姐她是混世魔王啊！您让她去弄死白雅，她恐怕会把整个新生考核搅得天翻地覆。到时候大夏学院追查下来，张家也脱不了干系啊！我妹妹死了，让他们去陪葬，有什么需要担忧？是，我这就去联系张佑佑小姐。哎呀！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才像话嘛！被伺候的感觉真不错。让我抱抱。不行啊，姐姐，我刚擦干的，你又给它弄湿了。小气。嘿嘿，这是什么神仙待遇？对了，小林浩，灵果还没给你吃呢。嘿嘿，这个好。吞噬青灵果，净化点加8000，净化点加1万。龙牙贯沙进化为龙牙雷光沙，化作雷光突进，穿刺目标后引发雷电爆炸，必定命中弱点。还有这种好处？它不用嚼的吗？习惯就好。真是个小吃货。累计获得进化点加5万，当前进化点余额95万。龙岩进化为苍雷龙岩，混合雷电与火焰的普击，威力提升300%，附加麻痹效果。技能又升级了，这波血赚！要是天天都有这么多灵果吃，我恐怕很快就能变成神龙了。贪心，这种灵果哪是天天有的？是学校的通知。白雅同学，恭喜你被大夏学院预授系录取。学院将于1星期后开启新生考核，名次靠前可获得冰晶龙髓果、雷龙9变技能书等奖品，请尽快入校。这技能书，小白雅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看你这么急，那就明天。姐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帝都吧。好。这就是大夏学院。都挺肥呀，不是，都挺精神啊。小林浩，不许打歪主意。白雅妹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正经收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本店新开张，特设预售大胃王挑战。这不就是自助餐？规则简单，半小时内如果能吃掉666斤灵肉，餐费免费，且奖励星灿项链。失败则按金支付餐费。星灿项链，预售时危险时能生成一层护盾，那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！而且好漂亮，真想要啊！这个挑战我好像听说过，奖励总价值10几万灵石，但听说内售有问题。可不是嘛！去年一头3阶的寻宝犀牛吃到一半直接撑晕了
送去医院花了3000灵石才救回来。知道又如何？每年新生韭菜都一茬茬的。白雅，白雅，快报名，我要吃。可是他们都说那肉有问题。放心，受潮我都追着啃，这点肉算什么？好吧。我们报名。这位同学，你要用这只小火龙参加？对。不是吧？就这小不点儿，他怕是连2斤都吃不下吧？同学，这里是御兽大胃王挑战，不是宠物卖萌大赛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万一这小学弟真是大胃王呢？这种冤种越多越好。嘿嘿，看人真准。还有人参加吗？没人参加的话，比赛开始喽！那只小火龙是来搞笑的吗？他站的地方我都看不见他。挑战开始！好样的，就这样吃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豪颜猪选手，他采用了最朴素的埋头猛干战术，开局就展现出了惊人的食量，3块，漂亮！目前已经干到第8块了。还要继续呀，才40斤。豪颜猪的速度明显放缓了。你醒醒！倒了，豪颜猪倒了，他最终成绩43斤。快看双头狼，双头战术，左头负责咬，右头负责吞，效率翻倍。他目前已经干到第18块了，遥遥领先。双头狼的速度好像……等等，不对，2个头争同块肉，打起来了！双头狼倒下了。我就知道2个头性格相冲，迟早出事。哼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实力。岩甲巨熊，它是今天挑战成功的热门。3米高的体型，巨大的胃容量，它已经干到30块了。等等，岩甲巨熊的表情不对劲，它的肚子在变大。倒了，岩甲巨熊也倒了，它最终成绩120斤。阿雄，你不能倒下呀！哈哈哈，全倒了，全倒了！我就说那肉有问题吧。等等，你们看那边。哎，那边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剩那只小火龙吗？它连10斤都吃不下吧？吞噬消化灵兽中的月灵精粉末，进化点加1035，累计获得进化点43100，技能强度加1%。就这？还有吗？这什么月灵精粉还真是好东西啊！不是，你吃了多少？也没多少呀，就666斤吧。天哪，他肚子是4次元口袋吗？我不信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确定没有用空间法器把肉收起来？他没有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不信吗？我吃给你看啊！吃，随便吃，别让我逮到作弊把柄。哥们儿，你还吃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嘴？吞噬月灵精粉，累计获得进化点81100，技能强度加2%。我靠！阿雄，快跑！把什么你都给吃了！舒服。对了，多少斤来着？把所有的肉都吃完了，所有。他是饕餮转世吗？我准备的肉那是2000斤肉啊，2000斤呐！啊，不是你让我随便吃的吗？我让你吃，但我没让你全吃完呐。那你也没说不能全吃完啊。亏炸了，
悠悠姐知道的话，会把我批罢了吧？老板，该给奖励了吧？恭喜，您的预售真是天赋异禀。嘿嘿，过奖过奖。对了，你那肉里加的是什么月灵精粉？味道还行，下次多加点。他居然知道月灵精粉，而且还咸淡。对了，明天还开吗？我再来。还来？不，小店打烊了，永久打烊。你把人家的店都吃垮了。是他让我吃的吗？小馋龙，你是真不怕把肚子撑破呀？看家，就那点肉，也就刚够塞牙缝的。好吧，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既然来了帝都，我也得找个工作。小浩，以后经常来找我玩哦。没问题。拜拜。新生考核于明日开始，请各位同学做好准备，提前半小时到秘境门口。新生考核终于来了。喂，悠悠姐吗？今天的大胃王挑战出了点状况。怎么又有御手吃出事儿了？吃死吃伤概不负责啊？不是，是一只小火龙把所有的肉都吃完了。什么？我加了那么多月灵精粉末，没给它撑死啊？他屁事儿没有，把我们这次进的货全吃光了，加上送出的奖励。悠悠姐，你这次亏了20万零食。20万零食，我攒了半年的私房钱。悠悠姐，您别生气，要不我去把那奖励要回来。要回来？我张佑佑送出去的东西，从来没有要回来的道理。但是那个饭桶让我亏了20万，我得让他连本带利的给我吐出来。啊？怎么吐？他都吃下去了。蠢！我说的是让他给我赚回来。是。小火龙是他？这不是张云峰叫我弄死的那家伙吗？这就有意思了。你明天进秘境前，帮我试探一下那只小火龙。是。悠悠学姐，她这次是我们的助教。好漂亮，大侠学院第2天才。啊！快看，那只小火龙也来了。听说他把那老板吃得当场崩溃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完全看不出来这么能吃。就是他，去试探一下。低调低调。你还挺嘚瑟。能吃有什么用？饭桶一个。御兽世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饭量。哼，你就是那饭桶。你是？哼，我都不认识。我是这次新生代表，大夏学院特招生。好吧，我家小林浩只是吃的稍多点，不是你口中的饭桶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你的档案我看过，你那就是一只捡来的 F 级废物，我还说不得了。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废物，怎么着？你咬我？小白啊，退远点，别溅一身血。怎么想打架？老子正好想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虫！别假戏，出来，给我踩扁他！啊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我不敢看了。啊，人呢？这儿呢。什么速度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啊！这一下是为小白牙打的，骂他你也配？这一下为我自己打的，敢说我是废物？这一下
没啥理由，就是手痒。我靠，这小火龙直接奏御手诗！一边去！那么大犀牛被他一巴掌扇飞了。很拽嘛，服了吗？服了。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服了。刚才不是挺横吗？这家伙好像有些不简单，不过能应付。所有新生，安静。算你走运。欢迎各位来到大夏学院新生考核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宣布本次考核的规则。该死的饭桶，你给我等着！悠悠姐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本次考核地点为星渊秘境，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收集星辰晶。星辰晶是学院制作丹药、培养灵果的重要资源。考核结束时，按照星辰晶数量排名，前10名将获得冰晶龙髓果、雷龙9变等奖励。嘿嘿，这么听，星辰晶也是个好东西啊。另外，星辰晶带出来后，可当作货物，在学院官网内兑换物品，这是你们的新手福利。这一次免费过后，之后想再进这秘境，可就需要10万的贡献积分了。大夏学院真大方，这种秘境都免费进。是啊，这都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。小白呀，星辰晶能吃吗？这你也想吃啊，小吃货。最后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秘境中危险。这10位助教会进入秘境，分散在各个区域。如果你们遇到生命危险，可以寻求帮助。好了，所有新生按顺序进入秘境。小饭桶，20万灵石，姐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这就是星渊秘境，好美。咦，这是……我有种感觉，星辰晶和魔物似乎在那个位置。太好了，走，开饭了。看你急的。苍雷龙炎，吞噬荧光巫妖乘3，进化点加8000。舒服。小白啊，你捡星辰晶了吗？你看，5颗。不错。那个前面还有很多。累计获得进化点89200。说的，小白啊，咱们现在有多少星辰晶了？至少200颗了。林浩，我好像能感应到魔物和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能感觉到哪里有魔物，就像现在那边藏着3只眼甲蝎，正准备偷袭我们。小白啊，你这能力什么时候有呢？不知道，就是进了秘境之后，突然就有了这种感觉。难不成和她皇女身份有些关系？不对，她知道自己是皇女吗？小林浩，注意，前面有大家伙。快跑！他追出来了！不就是拿了你几颗星辰晶吗？至于这么追杀吗？救命啊！别进去！快跑！怎么了？里面有头巨蜥，4级巅峰的。我们3个人的御兽，一个照面就被拍晕了，已经呼叫助教了，快跑吧，别送死！完了，他们死定了！风浪越大，鱼越贵啊，兄台。完了！
这变大了！我是不是被吓出幻觉了？苍雷龙炎！妈妈，我要回家！好恐怖的战斗！他受伤了！不愧是同系的，力气还挺大。不过，天罚雷狱！哼，大炮打蚊子。死了。四阶巅峰被秒了。F 级的小火龙秒了雷炎巨蜥。宿主吞噬雷炎巨蜥，获得8万进化点，额外获得力量增加33%。舒服。求救的人就是你们吗？巨蜥在哪儿？巨蜥已经被吃了，救我们的人进去了。被吃了？被什么吃了？那只小火龙。它还能吃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白呀，这些全是我们的。粗略计算都有几百颗。等等，小白呀，你先别全装走。怎么？嘿嘿，我想试试这玩意儿能不能吃。吞噬星辰晶，进化点加1000。真的能吃？你牙口真好。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硬！咦，我也不认识呀。哼，果然是你们。还真是你们干掉的。关你什么事？别紧张，我就是来看看，毕竟我是助教，有责任确认新生的安全嘛。诶，这是龙族血液。你知道？学姐，据说这是由上古龙族的骨血炼制而成，蕴含着强大的龙族力量。整个秘境里一共有3块，是学校给新生的一份神秘机缘。集齐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境内的惊天秘密。可惜上百年没新生找到过任何一块。这么厉害？不得不说你们运气真不错，这是学校给予你们新生的隐藏机缘，抓紧去找吧。隐藏机缘？管他这那的，去试试。龙族血液，老祖曾和我说过，每一块都价值连城，但每顺走一块都会惹下大祸。这东西要是能带出去，别说20万，2000万都能卖得出去。再把锅甩给白雅，完美脱身。哼，好好去解找吧。里面有魔物，最强的4阶巅峰，而且我感应到了有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，应该就是龙族血印。冲！第2块。吞噬龙骨魔蜥，进化点加8万，获得技能罗威，对低阶魔物产生威慑，削弱其战斗力。第2块到手，小白呀，还差最后1块。在那边。
吞噬幽魂胶，进化点加9万，获得被动幽魂抗性，对死灵系伤害抗性提升50%。3块都齐了。小白羊，我们发大财了，大机缘！嘿嘿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不错不错，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找齐了。你跟踪我们？嘿，怎么能叫跟踪呢？这叫战略观察。行了，小饭桶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凭什么？这是我们找到的。3块全拿走，整个秘境可都是会出乱子的。学校追查下去，你们担不起，而我没这个担忧。乖乖交出来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不然别怪我用强了。你试试。哟，还挺横。小月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他也能变身？小月可是5阶巅峰。小饭桶，你那点本事也就欺负魔物和菜鸟，遇到我还是乖乖认输吧。就这？口气很大嘛。就你会变身啊？苍雷龙炎！啊！小月，有幻术！哼，幻术，我连幽魂胶都吃过，还怕这个？有味！不可能！小月她……小狐狸被打服了没？等等，这个东西，这味道，这不是月灵精粉的味道吗？我懂了，月灵精是你产的，那次肉里加的料就是这玩意儿磨的粉。我勒个，活的月灵精制造机，光是粉末就让我受益良多，这不就是长期饭票？小0号，这龙族血液融成一块了。啥玩意儿？3块龙族血液合一，所谓的惊天秘密，居然是龙魂！是龙魂！龙魂！我的玉兽！他这是想重塑肉身？小月，不要！我操！我的长期饭票，我的机缘！0号，我的饭票，我的机缘，谁都不许动！去！他救了小月，就是个魂了，还抢我东西！小辈，交出龙族血印，饶你不死！饶我不死？你一个死透了的魂，口气倒不小。赤炎亚龙之魂升前为8阶巅峰亚龙，建议宿主立即撤离，胜率不足1成。不足1成？你这老辈子不讲武德呀！把血印交出来，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叫你大爷！不是，圣羽兽！这是皇女！完了！6阶的龙魂全都得死！妈的，你逼我的，今
金龙燃命！啊，他还有底牌1000倍天法雷域，给我往死里轰！啊，这是。不可能！这究竟是什么技能？这不就老实了吗？宿主吞噬赤炎亚龙之魂，获得进化点加60万，可进化当前进度5色亚龙之魂2/5，进化完成。当前形态雷焰龙，获得新技能雷火双龙卷，可召唤雷火组成的龙卷风，大范围毁灭敌人。下次进化需要进化点500万。爽，又进化了，还得到一个大招。你吓死我了！没事了，小白牙。张云峰那个王八蛋，还想让我弄死这种怪物，他想害死我。我如果真动手了，现在我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吧？不能得罪了他。大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东西，不该让小月打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！喂，你干嘛？起来！不起，您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您让我打狗，我绝不撵鸡。我就是您的马前卒，您的忠实小妹。刚才您拼死救小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错了。您是个好龙，大大的好龙。行了，起来吧。那您原谅我了吧？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吧，你家这小狐狸产月灵晶，对吧？那玩意儿对我有用，以后每个月你给我送100颗来，记住了吗？100颗？可是小月她1个月只能产……没问题，100颗就100颗，包在我身上。小月，你说对吧？这家伙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积极啊？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操，小白牙，快看那儿！天哪，这是星辰金矿！发了！这得有多少颗？1万颗？2万颗？0号，够了！这空间容器快装不下了。不够，再来点。这颗大的，这颗更亮的。我的妈呀！这要是全拿走……我没动啊，我就看看。大佬您继续，您随意。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下次再来。啊！发生什么了？所有新生请注意，秘境出现意外，即将坍塌，现提前关闭，请立即前往出口。秘境要塌了！走。等等我，大佬，等等我！搞什么呀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片星辰金秘籍区，正要大干一场。我的人手受伤了，还没治好就被赶出来了。幸好我收获不错，至少100颗，这次前10稳了。出来了。看他那狼狈样，估计也没捞到什么星辰晶吧？就是，那小身板能捡到10颗就不错了。各位同学，由于秘境出现意外，提前关闭。现在请所有新生按顺序上前，交出你们获得的星辰晶进行计数，计数结果将作为本次考核的最终成绩。你得了多少？就50来颗，估计没戏了。高武78颗，钱多多102颗，森利95颗。老师让，我这有点多。我去，
这啥阵仗？612颗，葛贝612颗。啊，600多，这绝对是第一了吧？天哪，他怎么找到这么多的？哟，白雅同学，你怎么还不上去计数？该不会连10颗都没有吧？你话真多。这小子还没被打服。麻烦老师让开点，别被砸到。啊！3700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把秘境搬空了！各位同学，新生考核的最终排名已经出炉，第1名白雅，第2名白雅同学，恭喜你。另外，这封推荐信是参加山海秘境试炼的资格凭证。山海秘境，4个月后，全国高校的天才御兽师将齐聚山海秘境，争夺5色亚龙魂的赐福。你有了这个资格，就可以代表大夏学院参赛。5色亚龙魂的赐福？校长，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是作弊了。悠悠姐，你是助教，你要主持公道。他一定是作弊。这只小火龙怎么可能找到这么多星辰晶？我要求彻查，取消他的成绩。悠悠姐，哼，查你个头！我亲眼看着他们一块一块打出来的，龙骨深渊的龙骨魔蜥，幽魂沼泽的幽魂蛟，还有最后那头赤炎亚龙之魂，一身你上啊！亚龙之魂，遇到那种东西，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。切，自己没本事就知道诬陷别人，丢不丢人啊？滚远点！再敢污蔑小火龙和白雅，老娘亲自收拾你！不是，之前不是您让我去搞他的吗？怎么现在？张悠悠，你说什么？赤炎亚龙之魂被杀了？是啊，被0号吞噬了。我亲眼所见，那雷光，整个秘境都差点被劈开，可厉害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有这么多法阵，还藏得这么隐蔽，怎么可能？小0号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？我也觉得。各位同学，有一件事，原本不应该现在告诉你们，但既然发生了，我必须说清楚。那头赤炎亚龙之魂被老校长以龙族血印封住，是整个星渊秘境的基石。一旦他被击杀，秘境就会失去支撑，崩塌溃散。校长，您是说？没错，星渊秘境从此不复存在了。什么？秘境没了？星渊秘境是我大夏学院最重要的修炼资源之一，历代新生都是在这里完成第1次蜕变。现在秘境崩塌，学院资源会少许多许多。啊！我闯大祸了0号，我们我不到啊！我吃个龙魂，咋能把整个秘境吃没了？什么？秘境没了？那我们以后用什么修炼？我好不容易考进大夏学院，就是为了用星渊秘境修炼。都是那只小火龙，都怪他。对，都是他的错，把他赶出大夏学院。都怪他！赶出去，把这2货赶出去！赔我们秘境，赔我们资源！
什么干什么？想造反啊？悠悠姐，您别护着他们，他们毁了我们的秘境。就是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安静。这件事要说起来，怪不得林浩和白雅。龙族血印本是被层层阵法封印隐藏在秘境深处，按照常理，新生绝不可能找到，更不可能击杀那龙魂。说到底，封印被破，秘境崩塌，是我大夏学院的失职，是我们低估了学生的实力，没有做好足够的防护措施。可终究还是这小火龙和白雅干的呀，他们难道一点责任都不负吗？是啊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学院自然会有相应的处理，但是我们并非没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在山海秘境后的擂台赛里打败凌霄书院。啊！打败凌霄书院，那可是全国第一呀！凌霄书院已经2000年没输过了吧？没错，凌霄书院每年都会将高考中的精英收拢到自己门下，天才云集，底蕴深厚。每次山海秘境，我大夏学院都被压一头，年年都是。千年老二，小火龙，你干了什么？没有秘境资源，我们如何对抗凌霄学院？很简单，我出手不就是了？你一只小火龙打凌霄书院，他疯了吧？吃个秘境把脑子吃坏掉了？谁信你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去了也是送菜。我信。悠悠姐，您……我亲眼看着他干掉龙魂，你们谁行？谁先站出来？他说能打，我就信。不服的憋着。各位同学，我知道你们很愤怒，也知道你们担心自己的前途，但我和我的御兽会为此负责。4个月后的山海秘境，我们会拿下第1；擂台赛，我们会打败凌霄书院。如果做不到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任凭学校处置。他认真的？这软妹子突然硬起来了。给你的奖励。嘿嘿，还是小白雅懂我。咱们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才行，不然麻烦可大了。吞噬冰晶龙髓火，进化点加40万，距离下次进化460万。爽！还有那本技能书。学习技能雷龙9变，此技能共分9层，每进阶1层，技能伤害翻倍。当前层级，第1层宿主可使用进化点升级，下一层100万进化点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进化点升级？不过这技能书有点东西啊。什么效果？9层，每层伤害翻倍。你想想，第1层是1倍伤害，第9层就是256倍，256倍啊！这么强？但是这玩意儿用了之后会大幅削弱自身的防御力，而且用完会变得特别疲软。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知道效果啦，快恢复。小白雅，我觉得我需要提升一下肉身力量，不过这技能用一次躺一次，太危险了。可是肉身强化的资源太稀有了，咱们也没钱。得想办法搞点炼体的宝贝，不然这雷龙9变就是个双刃剑。谁？是我，张佑佑。这是小月这段时间产出的月灵晶，进化点加2万。不错。对不起，那件事我也有错。如果不是我让你们去找龙族血印，也不会搞成这样。对不起。错？我知道，
我现在道歉晚了，但我真的……我都原谅你了，你还有什么错？啊？现在你是我的小妹，你带着我吃了一个龙魂，这是立功，懂不懂？他居然觉得我是立功？老大，你对我太好了！啊，好了，行了，快闷死我了！好。不过这凌霄书院当真这么强？强，非常强，强到离谱。他们预售最低都是 A 级起步。去年有个人叫李新长，据说他的预售是 A 级圣光龙7阶巅峰，他才大2。好家伙，那家伙还真有龙，还是7阶。对，而且他们书院的资源多到用不完。就算是我，也打不过。打当然打得过，但擂台赛。凌霄书院断崖式领先，去年李新长一个人连敲我们10个人，而他这样的人有10个，也就是说，你上去的话得1打10。当然，如果用出你击杀龙魂那招，他们肯定吓尿不敢上台了。那个招能这么浪费着开？对方的确很强呢。哎，老大，我家中有一个不得了的资源，可惜带不走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就跟我去一趟我家，我给你弄来。那东西有辅助，肯定能赢。什么资源？一棵树。树？一棵很厉害的树。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去，现在就去。对了，你家是？就是张晚秋他家嫡系啊。啥？张晚秋他家？别误会，张晚秋只是个旁支而已，我跟那些旁支不一样，我是嫡系，帝都嫡系。嚯，原来还是帝都爷啊！您吉祥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得告诉你。其实张云峰他对你和白雅怀恨在心，拿了大笔资金给我，让我弄死老大你和小雅。我丢，还有这档子事儿！但我没答应啊，我就是想着赚他点钱，没想真动手。你也知道，虽然我是嫡系，管得严，不然也不会弄什么大胃王比赛骗钱了。没事儿，我答应你了，去吧。林浩，没事儿，小白雅，有小妹带路，怕什么？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挺气派嘛，一看就好有钱。悠悠姐，您回来了，我正想去找您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我们青城张家经营的好啊，老祖赏了我们龙血宝树，正准备动工搬去青城呢，让我们青城张家再接再厉。宝树？悠悠姐，您这是把他们带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悠悠姐，您真的是太靠谱了，我就知道您肯定能搞定。这俩人，不对，这一人一龙就交给我处置了。小畜生，没想到吧，你也有今天。啥也别说了，动手吧。哟呵，这么急着送死？哎呦，我去！悠悠姐，您这是不长眼的东西，你差点害死我了，知道吗？什么啊？叫大哥！大哥？不是我，他才是大哥。他？大哥？悠悠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还不叫？大哥？对，还差大点儿。张云峰，好久不见。你们？听说你想弄死我？没有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这一下，你当初在召唤广场怎么对我的？还记得吗？这一下，掏我龙元核心的时候，挺爽是吧？这一下，没什么，就是看你欠揍。别打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行了，暂时出气了。走吧，小妹，带我看树去。好嘞，老大，您这边请。
这怎么可能？那只小火龙怎么会？天哪！我操，这树检测到龙血宝术，蕴含精纯的龙血之力。若宿主吞噬，可获得巨额进化点，并大幅提升肉身强度。这玩意儿，你送给我？老祖，那棵树别给青城张家了。又有，怎么回事？你是说，那只小火龙用闪命之术干掉了大夏学院里那头龙魂？对，我亲眼所见，那威力，整个秘境都快被劈开了。如此厉害，但那种程度的技能，御兽师难道没出事？您是说白雅？对，她啥事没有啊？能承受那种力量的反噬，他俩都不简单。我去看看。这是老祖，怎么了？这种气息，这种命格，不会错，他是……这棵树立刻给那只小火龙！啊？您刚才不是还犹豫吗？你不懂，那个小姑娘来历恐怕相当吓人。怎么个吓人法？即使是我也看不清她的底细。什么？他到底是谁啊？老大，吃吧，老祖答应送你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开始吞噬龙血宝术中。这就开啃了！老夫活了上百年，所见御兽吞噬天材地宝，都是小心翼翼炼化吸收，直接上嘴啃树的还是头一次见。老祖，在下来取您赏赐的龙血宝术，我们青城张家必定……我的树！老祖，有偷树贼啊！住嘴！快住嘴！那是我的，老祖赏给我的。你干什么？老祖决定给我大哥了，你瞎叫什么？什么？老祖决定给他？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老祖啊，老祖您说句话呀！这龙血宝术是我们青城张家的命根子啊，是我们翻身的希望，怎么可能给一个外人？老祖，您不会同意的，对吧？就是我同意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老祖，您不是说好了赏给我们青城张家的吗？哼，我说过吗？我忘了。我忘了。这树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怎么，还需要向你汇报？获得进化点加200万。获得被动技能怪力，肉身力量提升500%。获得被动技能超速再生，受伤后恢复速度提升1000%。我操，这力量，这恢复力，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，不对，一拳打死一头龙啊，也不对。小林浩，你太逗了。没了。我的树啊，我回去怎么跟族里交代啊？吵！滚出去哭！
白雅是吗？这本阵解你拿去学吧。咦，这是输他。好啦，咱们快去感谢一下老爷爷，多谢老爷爷的书和树，我们这就不打扰，准备走了。多谢老爷子，您这书真不错，下次我还来。还来？这树就1棵。老祖，我也走了。老大，还等等我。这下山海秘境估计有意思了。我的树，我的宝树啊！来，神兵利器，祖传法器，助力山海秘境，帮你满载而归。灵果，上等灵果，吃了能让御兽当场进化。错过今天，再等1年嘞。怎么样？山海秘境就在今天了，紧张吗？张导师，我感觉还好。紧张什么？不就是来不对，来打垮凌霄书院的吗？你小子，咦，那法杖跟小白牙挺配。我看上的东西，你还敢抢？我已经付了钱了。哼，你卖给我不好吗？拿着这钱，滚！这点零食零头都不够，那姑娘真可怜。唉，被人先一步了。算了，不想管闲事，咱们走吧。这凌霄书院的人真是年年如此，正是凌神。等等，凌霄书院？对，那校服就是凌霄书院的。道友请留步。小林浩，你要干什么？哪儿来的小爬虫？滚远点！我看你那法杖与我家小白牙有缘。哟，大夏学院呢？妹子，长得不错嘛。这样，如果你愿意当我这段时间山海秘境的女朋友，这法杖呢，倒不是不可以考虑送你。滚开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哼，我说让他当我这段时间的。你敢打我？你可知我是凌霄书院的？凌霄书院，打的就是你凌霄书院。哼，好，很好。大夏学院的小瘪三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赤焰，给我烧死他！啊！又出人命了！那小火龙死定了！飞了！一巴掌拍飞赤焰狂狮！大佬，我错了，法杖我不要了。变脸这么快？我马上滚！不是，这还能要回去的？喏，还你。既然他把钱都拿走了，这法杖算还你的，我不抢你。谢谢你，就送给你吧。谢谢你们帮我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小姑娘，你知道这法杖值多少灵石吗？至少20万。你确定要送？确定啊。我其实有很多法杖，买这个只是因为喜欢收集，比
别人抢我不愿意给，但是送我是愿意的。我丢，富婆啊！你叫林浩对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以后有机会来夏川学院找我玩呀。倒是一个不错小姑娘。行了，去秘境外集合吧。小雅，老大。哦，小曼。小雅，我来看你和老大了。不错不错，闪到。哟，那不是刚才那货吗？方大哥，李导师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真是无辜被打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小火龙，大夏学院，是不是一个白头发的女孩带着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她。哼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走，带我去找他们。敢欺负我的队友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哎，快看，凌霄学院的人去大夏学院那边了。有热闹看了。李新潮，你来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来讨个公道。我这学弟刚才被你们大夏学院的小火龙无故殴打，还抢走了他的法杖。现在立刻把法杖交出来，道歉赔偿。我可以考虑不向组委会举报。你胡说！明明是龙霸天抢别人的法杖，我们只是抢别人，谁看见了？谁能作证？我学弟说他在买，那就是在买。你们真是颠倒黑白！老学姐，说话注意点。我凌霄书院的学生从来不撒谎。既然你们拿了我队员的法杖，那就交出来，不然怎样？想在这儿动手？我可以作证，刚才在外面就是这个人抢我的法杖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录了视频，要看看吗？凌霄学院老师来了！在闹什么？哼，我管你们证据不证据，谁赢谁有理。秘境里见真章，走！哼，等着！哼！小林浩，这群人好不讲理。这就是最顶尖的学府，从上到下没啥好货呀。所有参赛学员请注意，山海秘境试炼即将开始。本次山海秘境试炼规则如下：山海秘境散落着108枚五色龙气石，各学院需以队伍为单位搜集5种龙气石，搜集龙气石最多者将获得五色亚龙的赐福。啊，五色亚龙赐福？听说活死人生白骨，非常了不得。而且曾有先例，某位御兽师的龙族契约兽被赐福后当场进化3次。我操，这么牛逼！是很厉害，所以一个队伍只有1人能被祝福。那我们得加油了。当然，即便无缘五色龙赐福，秘境之内亦有机缘无数，灵果、金矿、古籍、法器，各凭本事，各取所需，绝不会让诸位空手而归。太好了！此外，五色龙赐福之后，还将举行擂台赛。擂台赛的前5名
将获得参加下一届玄界御兽大师赛的资格。玄界御兽大师赛，那可是能跟其他国家御兽师同台竞技的比赛呀！虽然我们大夏外战不太行，但能参加，奖励就异常丰厚。哼，五色龙赐福会是我们凌霄学院的，擂台赛名额也会是我们凌霄学院的。至于某些学院，也就配检点我们的残羹剩饭。带队导师停留在此，其他人进入秘境。加油啊！好神奇的秘境，一进来就感觉浑身放松。小林浩，我能感应到某些龙气石的位置，就像上次在星渊秘境一样。我靠，真的！各位，我的寻宝犀牛对天材地宝有天然的敏锐嗅觉，这次山海秘境说不定真能干得过凌霄书院，拿到祝福。真有可能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全队找到的龙气石都得交给我，听我指挥。就算是你，也必须听我命令，明白吗？不要！什么？我说不要，我不需要听你指挥。白雅，你疯了！葛贝的寻宝犀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，不听他的，我们怎么跟凌霄书院争？对啊，就算张悠悠学姐相信你，你也不能这么任性吧？这是大夏学院最有希望的一年。白雅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害得我们损失了一个秘境，整个大夏学院的资源都因为你少了一大块。现在你不为团队做贡献，还想拖后腿？你不就是想自己接受五色龙赐福吗？说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？你行了，带着你的破犀牛滚蛋吧，我们不需要。小白牙，咱们走吧。走？没有我，你们能找到龙气石？放心，会比你混得好。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能翻出什么浪花。葛贝，真让他们自己走？哼，出事也是他们自找的。我们走。没有他们，我们大夏学院一样能在山海秘境拿到第2。那边有宝贝的气息，快走！就是他们，身上有龙气石的气息。交给我了。太弱了。吞噬赤炎虎，获得进化点加15万。我靠，这里面魔物的进化点好多。小白牙，给，居然在魔物体内。你收集晶石方式还真是独特。还有，琼崖雷公杀。咦，地上还有一颗。吞噬岩甲熊，获得进化点加8万。继续找，这片区域肯定还有。林浩，我感觉不太对，这些石头的能量波动很紊乱。管它呢，先捡一颗看看。咦，还真是龙气石。哇！假的？吓死我了！还好我扔得快。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扎到我了！
谁在乱扔炮仗？扔炸弹的那边走了。大夏学院的人，你的队友呢？有什么事吗？啊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啊，龙气石！老大，是飞扬，而且就他一个人，契约兽还是只那么小的玩意儿。小妞儿，运气不错嘛。不过，一个人带着龙气石，很危险哦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嘿嘿，干什么？当然是想帮你分担一下风险呢。交出龙气石，我们就不为难你。不然，你细皮嫩肉，恐怕……小白牙，这几个人好像想抢我们。看出来了。快点儿，别磨蹭，交出来，我们放你走。不然，哎，哼，看到没？5打1，你没有任何机会。识相的就。识相就如何？你刚才说5打1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老大，他变大了。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啊，让我看看你们有多能打。5打1，我们不怕你。吞噬疾风狼，进化点加3000。他是御兽，是御兽就会是人，妖怪啊！进化点加3000。大佬，适才相希儿，我们找到的龙气石都给您，求您别吃我们。哟，你们都有俩，速度堪比我了呀！这么看，我和白牙俩收集的还是太慢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您说，我们一定照办。你们去给我报信，哪里有人发现了龙气石，或者哪里有强大的魔物，就飞上天叫一声。不然，只要你们还在秘境里，就别让我再遇见，懂？懂了，我们一定照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行了，滚吧。跑啊！嘿嘿，小白牙，我有预感，我们的收集速度会越来越快。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。我们等着，等我们校长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嘴硬！你们校长傅亚林那个老女人，她敢来凌霄书院撒野？强者就是要羞辱弱者，懂吗？什么破寻宝犀牛，只能找些破烂，一个龙气石找不到。说，你们队里那只小火龙和那个白头发女的去哪儿了？他带着那只小火龙自己走了，东边去了。你们去找他们的麻烦吧。找麻烦？不，我们让他先给我们找龙气石，等他们找够了，我们再……走了，让这几个废物在这儿趴着吧。狗贝，我们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我们的龙气石全被抢走了，寻宝犀牛也受伤了。都怪白牙，私自离队，不然我们即便赢不了他们，全身而退肯定没问题。出去后我要告校长。瞧，有落单的，还是大夏学院的。大夏学院居然会落单。老大，这妹子长得不错，手里还有龙气石。妹子，一个人不安全哦。这样，你把龙气石交出来。不用，你一个人带着龙气石，遇到凌霄书院的人怎么办？我们这是为你好。又是来抢东西的，这帮人咋都一样呢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们北华学院5个人，你1个人，识相的就。你们确定要抢？就你这小玩意儿，
还挡路，兄弟们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这什么怪物啊！老大，我们的御兽会隐身，他已经绕到后边了。当真？看着吧。林浩，小心！你干嘛？给我挠痒痒？居然没事。不可能！我的幽灵宝可是无解，调和里能碎金裂石。哦，那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吃过一棵树，现在皮厚。大佬饶命！大佬饶命！就口头饶命。6颗，你们居然有6颗！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多，全给您了。你们刚才为什么来抢我？因为你看起来落单啊！大夏学院一个人带着小火龙，这不就是飞呀？不是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是我们瞎了狗眼。小白雅抱着我，看起来就是落单的软柿子。行了，滚吧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，记得带更多龙气石来。小白雅，我发现一个规律，只要我们单独走，就会有人来送龙气石。所以你是想专门当诱饵？什么叫当诱饵？这是别人专门来送啊，比我们一个个找魔物快多了。嗨，快看，那儿有落单的！你看，又有生意上门了。交出龙气石！我真是爱死你们了。大哥，这是我们全部的龙气石了，7颗都给您。很好，很懂事，滚吧。加上这7颗，我们已经23颗了。嘿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送货上门，效率翻倍。怪物，他是怪物！哟，还有灵果，没收没收。怎么连灵果都抢啊？地库都差点给我扒了。白发魔女和邪恶剑龙，那头龙就是畜生，还装死骗人。传闻是真的，那个白头发的女生带着一只小火龙，专门在秘境里晃悠。哦，他们有多少龙气石了？至少30多颗了。30多颗？山海秘境历史记录才60颗，加上我们手里的58颗，岂不是破纪录了？哼，天助我也！让他们替我收集，现在该去收网了。可是传闻说，那只小火龙能变成巨龙，实力很强。再强能强过我们？我们3个6阶御兽，加上圣财龙，还怕一只爬虫？走，去找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替凌霄书院打工是他们的荣幸。林浩，你不要笑我，你好傻，咱们不要这破石头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小白牙演得太假了，眼泪都没有。我哭不出来嘛。那就想点伤心的事儿，比如谭姐做的饭很难吃。谭姐做饭很好吃啊。那你想我要死了？我代入一下，可你皮糙肉厚，我想象不到。居然50颗吗？发财了！他怎么了？他为了保护我，跟魔物战斗受了重伤，求求你们救救他！想不到会有这一天，
前不久还在我面前嚣张的废物，现在就快挂了！道友，这东西是我的。你没受伤？受伤？你当我是什么了？有诈！撤！急！阵法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什么时候？我家小白雅就在布阵了，就等你们来呢。破！给我破！这阵法至少是6级，他一个预售系学生，怎么会能学到这种程度？哼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他们这是把自己也关进来了，倒免得我们等会儿追杀。圣才龙，上！去你丫的！啊！什么？一爪子，圣才龙可是7阶呀！你当我龙血宝术白吃吧？小白呀，出去等我。不，让他回来！雷火双龙卷！去！我的圣才龙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放我们出去！我看你们能撑几个龙卷？再来！我操！里面是什么？世界末日吗？那是什么技能？太恐怖了！等等，那是凌霄书院的校服，凌霄书院的人在里面。凌霄书院的人被打了。谁敢打凌霄书院？是那个白头发的女生，还有那只小火龙。真正的白发魔女啊！哟，这谁呀？这不是凌霄学院的天才们吗？魔鬼，你是魔鬼！我操，你们居然有58颗，不愧是精英，抢的不比我少。这方面我还得跟你们学。加起来总共就108颗，我们能获得5色龙赐福了。我看看，等等，你们身上的法器装备好像也不错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件衣服看起来挺值钱，脱下来。不，这是我爷爷给我的。不错不错，蚕丝的嘛。小白呀，收着，我要去穿了，给我做个裤衩。我自己脱，自己脱。你们呢？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。还有你，起来别装死。那根簪子是法器的吧？交出来。项链也是。哦，还有耳环。这是我娘给我的嫁妆。嫁妆？等你能活着出去再说吧。这才像话吗？所有参赛者请注意，有人集齐了108枚龙气时，秘境即将关闭，请立即前往出口。重复，请立即前往出口。白牙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差点忘了你们，要死还是要活？活，我们要活。放我出去！我是凌霄书院的嫡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闭嘴吧你！凌霄书院的人太强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一合之敌呀！他们不讲道理的，一个人就能打穿我们一队人，
我的玉手到现在还昏迷着。你们至少是被凌霄书院打的，我呢？我是被那个小火龙骗的。你们敢信吗？一只能变成10米长巨龙的玩意儿，装死骗我去抢它啊？啥意思啊？他躺在地上装死，旁边堆着50颗龙脊石，我以为捡漏了，结果冲过去，他活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把我装备扒光了，所以你的衣服被他抢走了。怎么回事？一颗都没有！我的学生说被抢了。被谁抢了？还能有谁？凌霄书院。技不如人，怪谁？张导师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白雅和林浩那2个家伙一进秘境就私自离队，根本不听指挥，我们劝都劝不住啊！对，他们自己走了，把我们丢下。结果我们遇到凌霄书院的人，被他们抢了个精光，寻宝犀牛也被打了。大夏学院内讧了？那白发女居然私自离队，这不是坑队友吗？你们说白雅和林浩私自离队？对，他们自己走的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现在好了，他们估计早就葬身魔物之口了，我们也被他们害惨了。都怪他们！如果不是他们擅自离队，我们队伍实力也不会被削弱，也不至于被凌霄书院欺负得这么惨。原来如此，大夏学院的人自己先乱了阵脚，一个擅自离队，估计已经死在秘境里了，剩下的几个废物被我们凌霄书院的学生抢光。这就是大夏学院的实力。哼，真是可悲，看来大夏学院这次连千年老二都保不住喽。大夏学院这次完了，内部都不团结，怎么跟凌霄书院斗？不可能，老大才不会死！你们放屁！怎么不可能？就那只 F 级小火龙，我看他们早就被魔物吃了。还没到最后，谁都不能下定论。这还没到最后，时间快到了，只剩他们没出来。你觉得就那只 F 级的破龙，能打得过我们凌霄书院一整队？能打得过东方烈的7阶圣才龙？哼，别做梦了，那只爬虫怕是已经被撕成碎片了。大夏学院这次真完了。唉，本来还指望他们能跟凌霄书院拼一拼呢。哼，白雅、林浩，你们最好死在里面。这样就没人知道真相了，我还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你们身上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谁丢出来的？垃圾丢出来了！这位同学，秘境已经关闭了，你看到凌霄书院的人了吗？看到了呀，不在这儿吗？我操，是凌霄书院的人！东方烈，那是东方烈啊！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凌霄书院的天才被打成这样，他们只剩打第1了。是被扒光了吗？看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让他们穿这么少的。这不可能！东方烈可是7阶圣才龙。圣才龙呢？哦，你说那几只玉兽啊，还在里面趴着呢，应该快醒了吧？也可能醒不过来，谁知道呢？
这小家伙明明那几只玉兽就在他肚子里呢。好样的，老大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爱死你了！不可能，你是 F 级的废物，怎么可能？他把凌霄书院一队人都打了。那我们刚才说的……哟，葛贝，你们出来了，怎么被打成这样？真惨！这是我和小林浩收集到的龙气石。这是108颗全收集。你又出风头啦？嘿嘿嘿嘿！啊，别急着走啊，马上我该接受5色亚龙祝福了。不来合个影吗？